为了要鼓励少年人用母语来进行影视创作，做回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水，台语台第3届微电影创作比赛，伫今仔日也宣布开始评选咯。这首奖奖金有20万。老师讲要教台语啊？无啊，你爱甲你若讲客话啊。我袂晓啊，你就是讲台语啊。故事内底，小明请阿嬷陪伴伊完成台语学习单，阿嬷伫过程中耐心陪伴小明画图写作业。这是公司台语台第2届微电影底片评选活动的首奖作品。公司台语台第3届的微电影评选起稿无限制题材，这届比赛影片长度规定5分钟到10分钟，首奖奖金有20万。我想要甲你做伙。熊哥，咱要去约会哟？咱要参加微电影啦，微电影是台语剧情底片。第3届微电影代言人丹有和鸟咪上过小招去拍微电影。丹有捌出演过3部台语作品，虽然伊台语会晓听用讲的煞无遐连长，伊讲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挑战。不过也因为台语戏剧发现台语迷人的所在。你要分析角色，你就会去分析这个语言，所以你就会了解讲这个语言有足侪，它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。这届担任评审的苏德贤导演也表示，用台语真做生活的语言，直接思考就去写剧本，安尼拍出来的影片才是上在地的。观众也会直接感受到影片要传达的情感。剧本的时阵，咱的想法，甲咱表达迄个思想的部分，咱一开始就是用台语。我感觉这个潮流是越来越直接。导演也讲，这几年台语戏剧的题材愈来愈多元，拍片的时台语指导的重要性也需要大家重视。伊认为透过亲像这届微电影比赛，鼓励少年人用母语甲影像记录身躯边的故事。第3届微电影底片评选对12月18起稿，希望愈来愈多人做伙用台语绘出好故事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